啊，你看到这礼拜，一个爸爸有要载伊囡仔去补习啊，是安怎有吼？要去校外去补习，有无？结果伊家己受伤，去后边车甲弄一个伊的查某囝，啊，伊的大查某囝无好，伊叫伊家己啊看到一幕，结果伊的查某囝甲囝拢无去啊，结果伊家己受伤。所以牧师，我若看到有一寡巧好的代志，啊，我拢一直咧想啦。我定咧咧讲，牧师定咧甲因交代，伊出门一定爱记得。哦，无论我啥物人，我拢会甲讲，讲你出门一定爱记得。啊，当然，佫有一件好的事，咱看到，然后咱看到电视所咧报，有诶是好的，有诶是安尼，总是，互咱一个境界。哦，所以有当时啊，你出门是讲你徛倒啊，是人甲你弄啊，你毋是要去讲安怎是人的啊，所以你就会晓祈祷，有无？上帝甲你保守。有所以来讲，我看迄本册内底，天使哦，上帝拢会摕天使，伫咧危险的中间，哦，伊讲了，哦，定天使哦，足侪天使，定咧做这种的工作，伫你危险的中间，甲你煞。所以牧师要甲你讲，你就会晓得祈祷。出门要做啥物拢爱记得。啊，咱看到一个好的事啊，吼，你看到即啊，伫咧即个好尾有一个，我一个阿嬷嘛，有啊吼，我咧无简单咧，啊咧，奉献10万块安尼，伊咧卖迄个挂包啦吼，啊，竟然会当安尼奉献，帮赞啦。所以，其实伫咱社会有真个好的事，牧师嘛要讲，当然。听道理，咱咧讲道理的中间，点解咱伫咧警醒、咧警戒？但是牧师佫讲倒转来，而且伫咱的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足侪充满着好的。而且不管撒旦安怎掌管这个世界，哦，含袂记。这天使嘛，千万的，圣经讲的，哦，伫启示录你通看，天使嘛是千万好的，哦 ，good， 好的，玩啊真济。啊，真感谢上帝！今日看到安尼昌世兄啦吼，彭昌世有无吼？而且张老师的后生对美国安尼倒来，对一礼拜要来倒来一礼拜，我看妈妈，好，咱拍鼓啊欢迎哦，第二遍都来好，谢谢，将我去看到伊安尼当做伙吼，而且参加敬拜，过来，新的爸爸，迄手术，我削一下手，即马看手有够好势吼。新的爸爸吼，传丢了吼，伊啊新的边啊吼，咱怎啊拍鼓啊安尼，上帝保守看顾吼，支持伊啊吼，我回复足紧，今日看伊，我去看吼，去病院看咧精啊，即摆已经较好。边啊迄个安妮吼，安妮咱叫伊会看路啦吼，咱我来拍鼓啊欢迎吼，安妮吼，欢迎你来参与我们的礼拜吼，一起对印尼来，印尼。所以咱我来欢迎伊吼，伊可能会晓听国语啦，伊讲听伫台湾，我四档话，牧师知影，我有过去传丢了因兜来看，所以望上帝保守吼，所以牧师来甲伊讲，你出门做啥物拢爱记的，祈祷，牧师甲你讲你一定爱记祷，好。莫袂记，今日是上帝所设立之所，咱聊啦。因为咱是啥啦？有信心啦。有信心，灵魂得救啦。这记来什么所在？记来什么所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这句话头前是甲你讲啥？咱。希伯来书第10章第39节最后一节讲啦，咱毋是迄个退后入沉沦迄点人，但是有信心灵魂得救的人。头前甲你讲的头前迄句是讲，咱毋是迄个退后入沉沦迄个人，是安那有信心灵魂得救的人，咱袂记的吼，叫咱当心撒个来祈祷。
特别上帝感谢你，我留我的活命，我有福气恩典来敬拜使你，所以我对我的身体甲你感谢，来帮助我，互我会晓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使你，伊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也互你的罗卜所讲甲听，拢白不叫你，啊！你感谢祈祷，拢上过最后所做名来求，阿门。当然，我嘛是爱讲一个足要紧的见证，吼，是我的后生见证，吼。感谢上帝安尼吼，上帝安尼，今年安尼大包一个大红包吼，伊个经验就是上帝。牧师爱讲，真正。牧师来讲，来甲你提醒，你为主做工，哦，为主做工，上帝拢知影，上帝拢知影，哦。礼拜五啊，去参加因咧公司的迄个，咱即马到年底拢爱啊啦，买个，啊，大奖。伊是抽到啥物？你知无？第二奖，啊，第二奖因个迄个当属店讲个本来个伫内底就已经包好啊，因为当属咧讲加码，搁甲加码，意思讲本来迄个红包咧现金吼，因咧头几奖拢现金咧，一包大包咧，啊，搁甲加码落，你知无？第二奖你知无？200几个啦，200几个啦，竟然可以抽到第二奖。抽到第二奖，啊，重点毋是抽到这中奖，有个那主持人讲，你有小友拜拜无？小友拜拜啊！抽奖，因咧抽奖嘛，抽奖就中，就中，毋是干这大奖啦。啊，我中着啦，就哦，有抽到人就是有小友拜拜安尼啦。到伊的时阵，伊的同事讲啊，去互迄信耶稣的，信耶稣的抽去，伊拢毋免小友，毋免拜拜。我哋后生讲有信心。免小友，免拜拜，哦，有信心哦，所以甲伊的同事讲啊，信耶稣的抽去，第二奖大奖，老师来讲，伫咧新的年，上帝可以一包大红包，我都甲我的囡仔讲，伊甲我讲，上帝若要互我，袂干那遮大，应该比这个较大，哦，伊的心力才会较大呢。OK， 老师来讲。牧师也要甲青年讲，牧师要甲青年讲，真正，你照上帝甲伊去做，所以我就甲我的查某囝讲，哦，伫咧加拿大我的查某讲，你逐项拢爱祈祷上帝，交代上帝，我就遐我就拍，我的查某囝，讲你的阿兄佫经验着上帝，新的一年开始，啊，上帝就可以大个红包，啊，原来伊为着上帝咧做工。伊迄个 LHF， 我今日要讲着 LHF， 让 face hope 有无？信望爱，伊咧做迄个衫，啊，伫教会咧推行迄个福音的事工，啊，然后伊拢奉献落教会，哦，就是讲你袂做一领就几拍奉献落教会，弟兄姊妹，上帝拢知影你咧做啥。其实咱本开嘛是咧，本开我会记，伊安尼逐年拢抽大奖。啊，毋过即摆抽到脚踏车，逐礼拜拢骑脚踏车的款。我所以开玩笑，爱较早来，哦，我脚踏车抽互你，你逐礼拜拢骑脚踏车，拢无骑好多个款，拢较晚来。牧师拢有咧注意，会记的。敬拜上帝，好彩上帝，是爱持续。上帝拢知，上帝拢知影你的欠袂甲需要，牧师要甲你讲，毋通袂记。所以我的后生。定定经验着，我来讲，伊对细汉到大汉，拢定定经历着上帝安怎带领伊。牧师要甲你讲，你真正爱定定甲上帝有一个结连的观念，哦，只要你甲上帝定定结连，牧师来讲，拢毋免烦恼，毋免惊。OK， 今日我要讲这个开始进入我顶礼拜牧师讲的两项题，爱先甲咱报你这个。田中健哦，因为我爱互咱的回友啦，有人安尼
可能对田中健有迄个物件是讲有一个疑问啊，教育，我出来甲你解说吼。田中健，咱啊第一期吼，第一期，你第二条，其实毋是说，无需要甲你讲，爱安怎讲，是即个出题目的人，伊本身出这个题目，可能伊出这个题目毋是足适当，毋是足好，是伊出题目的关键，毋是圣经内底上帝记载了安怎吼。要看第二条，第二讲创造是啥物？照你讲的是空气，无搁有一个，哦，应该是空气啦，对啊，哦，啊，所以空气伊所以上帝称空气，后壁伊讲称空气做天，所以你讲第二条应该是空气啦，对啊，啊，所以这就是讲你出题目的人，伊出题目的人，比如讲伊是照圣经啊，但所以毋是圣经的毋对，咱无需要甲你讲，是圣经本身。上帝话唔对，是你咧出题目的人，咱爱安尼讲咯。他出这一条题目出的不是很好，伊家己可能咧出嚟啥，但是阮查迄个伊个答案是写空气甲水，哦，伊个答案是写呢，哦，拄好刚才有人安尼提出来这个问题，咱搁去甲查者，搁甲思考者，我甲发现讲，伊这条出了无好势，哦，因为这出的人，比如讲咱咧出题目的人，有当伊会出好势，出无好势，吼，哦。所以你甲看，你最后看圣经第二讲创造什么？你去看迄个圣经内底就是空气，我讲创造空气有没有？创造空气，没有讲创造水，因为水本来一开始就有，上帝连运行伫水面，哇！所以就是讲伊出题目的人的问题，毋是咱的问题，哦是嘛毋是圣经的问题啦。牧师来甲你讲安尼，哦，安尼毋知你应该了解吼，这是出题目的问题，吼。过来。因为牧师有讲就讲，即个我有咧讲迄本册，迄个作者讲啊，我有咧讲迄个伊个即个经文丢了，伊马上又来查经啦吼，就尾可能有代志，伊来查经，所以知讲我咧讲就义勇第八州迄个所在，迄是第六州，我们就是即句话讲，安尼恁做也就看家己是死，但是迄个作者。下一本就是讲肉体，伊是写肉体。啊，即句话就是伫我脑海中就出现，就是讲，你个人罗马书第六章吼，第11、15号，牧师互咱看，是罪，圣经是讲罪，啊，即个罪就是肉体，指肉体，哦，老袂记，即个罪是指肉体，哦，所以咱有来遐，咱看一本册，作者咧写啥物，你爱用圣经来检证，哦，因为。罪地搞死嘛吼，所以咱肉体啊会毁坏会死，哦，啊，迄个永远我毋是，所以你要看，你若阁继续甲看即个，所以望用阮罪伫恁即个会死的心就最后，互恁顺从即个肉体的一个需要有吼，迄个身体也毋通将恁的机体陷入罪做不义的器具，哦，啊，所以你看头前。安尼，恁着罪啊，就看家己是即个罪，嘛是等于是你讲肉体的意思，所以无冲突啦。除非甲因讲，你若看后壁，你搁看后壁个，所以我有当即句话，因为忽然间作者你写即句话，我碰着，后来伫倒位圣经内底有记载，但是圣经你也讲罪看家己是死，哦，就爱甲迄个咱个致死啦，甲治好死，哦。啊，你若肉死就无作用嘛，吼，无作用。所以伫圣经内底咧讲的含义啥？所以顶礼拜你若无来参悟礼拜，可能牧师咧讲嘢有当下恁可能有个人啊，佫毋知影牧师咧讲啥，要紧。啊，这就是讲牧师来甲你解说，迄个罪，哦，伫圣经内底直接咧讲，迄个罪等于是肉体，哦，肉体，哦，所以肉体会毁坏死，哦，所以咱毋通忘袂记，吼。所以这是无冲突啦，牧师要甲讲，这是不冲突。哦 ，OK， 咱今继续哦，讲继续来讲到这个哦。顶礼拜牧师讲就讲，服装甲人类的各种的无相像的一个民族种族的关系，讲到咱做基督徒的咱，迄个服装是啊，上面的军装。啊，第一套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8节有吼。即个所提到，咱就爱穿啥信毋茫听有然后我咧讲，我阮囝咧做即种服装嘛，伊咧做即个哦，费时即个服装，哦，咱的青年有穿嘛，哦，
本届后生伊都有穿迄个服装，来应付这气场。无师傅讲，信是咧讲什么？就是你的意念上坚定咱向上帝心，叫做信。顶礼拜青年恁拢等于人步无来，你就即礼拜好好听者，听信。听什么？伫情感上，咱坚定向上帝迄种的感情。绝对无离开，无论什么，咱拢袂晓过断啊！咱甲上帝听，毋茫你伫咧思想的顶面啊，掠天顶甲未来的代志啊，做就是讲定定爱思考天顶甲未来的代志。伫圣经的顶面内底，定定甲你讲哦，有无？我们不要以这个地上为念来，你看一个圣经在，无书我来看一个圣经在。我铺一个圣经在出来，伫个头壳内底，你看哥罗西第3章，哥罗西书来，以弗所腓立比，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你若合文的就284页，第3章，恁若真正甲基督，第3章第1节有恁若我用读合文的啦恁若真正甲基督做伙过活，就爱求伫安啦。上面的事，底下有基督就是上帝正面。第2节啦，恁就爱思念顶面的事，毋通思念地面上的事，有无？定定咧甲你讲，定定圣经定定咧甲你提醒，定定咧甲你提醒，定定咧甲你讲。所以，咱做基督徒有一个毋茫将来的天迄个大的福气，所以无需要咧提醒咱。真正，这地面上咧，咱1万里路就过，有无？真正无需要咧甲你提醒咱啦。咱爸爸妈妈咧趁伊还佫低的，咱了会晓爸爸妈妈咧到这年纪趁伊还低的，咱会当尽量会当照顾，尽量会当来服侍。你就会晓把握时间，看无需要，放去看。我真正袂当明白上帝到底是啥物意思。我袂当明白伊是牧师了，牧师过身了后。伊的小脑开始萎缩，伊即摆住伫咧家己容易家己一个人，伊的囡仔拢伫外国，即摆是真悲哀的代志。那我咧想啦，我咧想讲，就是但是真正是无法度啦。而且伊都有病，伊美国国我咧，逐个都无法度，所以我只有求上帝啦。我逐工求上帝，医治帮助上帝咧，定下解释啊。当然，咱咧想的甲上帝咧想的无共，你知无？咱看落安尼，但是圣经定甲咱讲，有无？你若讲将来无迄种梦话，你我足清惨的，你知唔知？从来无梦话，伫世间咱拄着迄个从来无做迄个梦，就害对不对？无。伫基里迄个为着主，为着耶稣来顺道的人，讲穿白衫拢第迄个冠冕。迄是伫启示足侪本册启示内底，真正甲咱同工咧讲无需要讲一个见证，甲咱同工甲说明了咯。你讲有一个囡仔，伊迄个魂迷嘛去上帝带伊去天堂，拄着伊个家己的亲人，了伊要落来，要搁倒来，拄着天使带两个人去拄着。看到因两个，两个就甲伊讲，你著转去甲阮爸爸妈妈讲，叫因别烦恼，我伫咧天堂足欢喜的。伊落去伊落来时阵，照伊所甲报的，就去迄个参加迄个告别式的所在。伊看到迄个宿命，就是伊要去天堂，拄着两个人，就是迄两个人。拄着迄两个，因逐个嘛感觉足奇怪，这人哪来参加告别式？伊就甲也无熟无识伊讲伊就是伫咧天堂，就是伊要去天使带迄两人去，落来拄着伊，甲伊讲，伊就甲伊讲，恁个囡仔叫恁免烦恼伊是超好嘛，都伫天堂叫伊咩？伊爸母安尼，实在是得着足大安慰，你知无？这是上大安慰。所以牧师来讲，足侪即种的咧。有足侪种，所以无需要甲伊讲，圣经定咧甲你讲，
其实你规本圣经来看，这个信不是你，这个信重要紧信。即个讲，若无信，有无？无信就袂当到上帝面前来。信拢毋免讲什么，但是你注意看，咱圣经，咱咧查考罗马书的时阵，所以我袂讲书完哦，书完记，还是迄个神话记，讲足有福气。神话记嘛是我写的，来到教会写，啊伊家己一人来听道理，啊因囡仔叫伊来啊，啊伊讲啊，定定咧甲我讲，牧师啊。伊直咧甲新华记咧甲我讲一句话，我常听到伊一直咧讲，牧师就一直咧甲咱讲无福气的人听袂到。现在就甲我讲，我无福气人听，伊对因厝的人哦，讲因大家拢无咧甲信道，你知道？所以讲无福气人听袂到，确实是安尼。信，圣经内底足侪种的记载，你啊看咧讲信。所以你看罗马书，咱咧查经罗马书的中间，所以讲书完做福气，伫咧10章，咱拄第10章讲，你喙认耶稣基督做主，心内信上帝，叫伊你死过我，你就会得救。你相信这个，你只要信这个，你就会得救。因为人心内相信，就会当称义，喙承认就会当得救。这个非常咱来讲哦，就廉价哦，也免开支，也免个，你就会当得到，足有福气。所以书完我足奇妙，我家己一个人，即摆生日了，伊家己一个啊，逐礼拜足认真。因厝的人伊，你也知伊的背景，伊囡仔拢无啥介欢喜，但是伊家己安尼，上帝较较面，我就甲伊讲，哦，所以，咱知有当时我咧讲些，我足爱讲。经验甲种，为什么甲顶咧恁的头壳顶安尼啦？袂输安尼，因为我时啊牧师啊，一摆就爱甲你提醒，甲你管理你的头壳顶，互你会记，定会记，莫定拢袂记上帝，定拢袂记啊，定拢清清彩彩，袂使啊。哦，顶礼拜牧师嘛有讲，做上帝的囝儿爱实实在在，爱努力为主做工才会使。迄个是足实在，将来报酬是大的，将来，咱的五望是将来。所以牧师爱讲，当时咱为着牧师留咧艰苦，咧对心，咱为着咧，咱忙实际。哦，有当时我知影有个人去看到拢我的老目屎，啊，看到牧师留我的老目屎，啊，我嘛是足挣扎，种说，做上帝刚刚到尾来说，叫啊边仔咧，哦，好在拢真迄个哦，但是牧师爱讲倒转来，唔通袂记。咱的五望吼是，吼，所以咱定啊，这个五望定想起天顶甲未来的代志，哦，定爱像咱圣经甲你讲安尼，就是叫你唔通学习这个地位，有无吼？罗马书12章第1节，叫你唔通学习这个世界，哦，因为将来迄个较永远的嘛，啊，咱伫地面是暂时的有无？像嘛你久变老人啊，有无？我真正我有就是我伫咧新人伊毕业嘛20几岁尔，30几岁，30几岁，毋是20几岁，上一个较头前，30几岁尔，想袂到即摆已经要60岁啦，好像昨天你知道，好像昨昏啊1万年过过，所以世间真正暂时的吼，所以咱就要把握迄个将来，啊，迄个将来就讲你要来好把握，我准备甲你讲，你要认真侍奉敬拜上，哦，无撇步。只要你认真侍奉敬拜上，哦，过来。所以伫咧第5章，我会我爱互咱看，信徒即种的上帝的军装就是信，望甲听好啊吼。你伫圣经头先互咱看，伊用来保护信徒的胸坎啊，甲你的头壳。啊，咱看胸，咱胸坎嘛，拢咱的心思，有代表咱的心意有无？有咱常咧讲你的心意是啥物有无？咱的手拢不由自主，我的心嘛。这是我一点仔心，这是我一点仔心意，对不对？像咱圣经甲你讲安尼，保护信徒的胸坎嘛，就是你的心意；头壳就是代表咱的思想 ，mind， 哦 ，your mind。所以这个时代，基督徒拄着上厉害的境界，就是你的心思甲你的思想的境界。牧师伫咧顶礼拜讲我足清楚，用足的时间，心思甲思想的境界。哦，这足要紧。哦，因为撒旦定咧。
破过心思，甲你的这个思想咧，定咧破坏你，定咧破坏你，甲你救，甲你杀我走，所以毋通袂记。所以无说咧看这本《灵界启示》的就第13页第5章，上帝的精神有7个领域，就是咱都要所读的圣经内底，伫个即个约书，咱主要所读的圣经内底，毋通袂记。伫约书书，咱所读的圣经内底，伫即个精节有拢总有5个精节，毋是讲伫即个所在有讲着4个啦，4个啊，另外3个是什么肉体，最后一个啊，过来是心思甲你的心甲你的心思啦，就是讲你的心啊，甲你的即个思想就是思想甲心思甲思想这是另外2个加入拢到去，所以用信甲听做护心镜，会当拒绝魔鬼的试探，而且会当啊啦，以着得救的愿望，诚做头盔，期待将来迄个永远的应允甲身体得到救的救恩，这是真要紧所以咱做基督徒，咱必须要充满着信、愿望、听迄种的信仰甲生活。就亲像一领衫穿里面顶，甲这个衫穿里面顶，就咱咧阮囝咧做迄个信望爱，亲像安尼做里面顶，迄是一个信望上顶。你若失去者，就亲像咱你无穿衫，咱若无啥物状态，就光光嘛。安尼就鼓舞上帝所以望袂记后续我继续，咱第7礼拜咱继续落去。第2领衫是啥物？罗马书13章，咱那边查到遮。13章12节到14节，你就爱褪去这第2领衫褪去迄个暗昧的行为，带就光明的兵器。行代志做人就爱端正，本来伫咧理性，毋通啊啦酒醉，毋通好色，邪淫，毋通迄个竞争嫉妒但伫咧第罗马书，你若听几落，你会当做伙念罗马书啦罗马书13章，咱还未查到这个所在。13章伫这个所在就是3尖万道和别你说爱披戴主耶稣就是穿披戴就是穿的意思。主要说毋通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段圣经是俄国书顶咱知俄国书受感动的一个，伊悔改一个经。我时间伊的老母为着伊基督啦，基督42句咧，后来才悔改。我虽然留了咧讲咱的这个最近咱有看到迄个辜振甫辜振甫伊的囝还是辜振甫，辜连松的囝，讲因这个因这个妈妈为着因基督50几冬。50几冬，伊我有见证，有影见证伫即个顶面，因为我惊时间的关系，以后啦以后像即个，我即甲恁讲，像我去收到怎现一个安你会去看迄个 YouTube 拢有讲伊的见证，伊的见证的分享，所以这是欧哥书顶受感动，佮悔改一个经文啦，这段经，OK。那直接保罗提到了基督徒第2样活动就是生活甲行为活动。所以，大先爱基准免穿这领衫，你就爱先脱去。爱脱去什么？4领的旧衫，爱脱去4领，所以4领，头1领就是安啦。头干啦，毋通放纵酒醉。咱在放纵酒醉是咧指讲伫遐咧车花宴乐啦。你看我咧车花宴乐的人，就是一定爱有酒啊！你注意甲看。若无酒，拢无啥物。酒啉无就黑白花啊，车花宴乐，所以亲半暝啊，伫街市安尼，因为你酒醉，伫遐黑白吵。所以来圣经是对迄个注解，圣经的注解，我写这个是对圣经的注解才写出来。你注意看，你描写咱的现实看足清楚。所以酒醉对其他人来讲是一件可耻的事。因因就是虽然啉酒，但是伊无酒醉，因含外邦人拢感觉酒醉是真可耻的代志，何况是咱做基督徒的。
方面，这是重要紧吼。第二就是这个好色声音吼，好色声音，这个句话啥？好色伊的原本就是讲成的意思，啊，就是讲你表示你得到无该得的成，哦，这个含义是安尼，你得到无该得的成，哦，啊，所以咱就会晓理解。当然，你若无信上帝的时阵，当你做外邦人，你无认为这是一个罪。哦，你看我有真侪人伊无信上帝，伊后面的国家伊都无感觉这是一个罪，你知哦？哦，因为我足自然的，所以伊也毋知什么是贞操，伊也无认为讲是美德，所以提示咱做基督徒，咱爱去脱去这两句话啥。哦，咱今仔咱还未做基督徒，还未深信的时阵，哦，啊，但是咱爱认识，咱信耶稣，你就会晓脱去这两句话啥。过来就是什么？就是三支万道。哦，这三支万道哦，会知去查斯坦利哦，有咧讲到迄个 jealous。迄个嫉妒，迄个物件，查斯坦利哦，迄个，你若看无数媒体8点到9点，查斯坦利伫咧15台哦，Good TV， 查斯坦利袂歹，伊咧讲，伊拢摕圣经，伊咧解说圣经，咧讲圣经，真正深入哦，啊，所以伊咧讲着嫉妒，这个嫉妒足要紧的。咱伫圣经来查圣经，上帝伊是忌邪的神，伊迄个忌邪嘛是算嫉妒，你知无？就是你嫉妒讲，你较去拜迄个，毋是的。你甲去拜我，我祝福你，互你，我听你，所以我，哦，足嫉妒你。你为什么较去拜迄个？毋是的啦。上帝迄个忌邪吼，嘛是算，嫉妒啦。但是伊嫉妒是好 ，good， 好的方面，哦，放袂去。啊，但是现在嫉妒是歹，哦，原本是表示啦，伊不怀好意，伊拼命伫遐竞争地位、权力。哦，迄个名望的一个贪婪，哦，贪婪，哦，所以伊就使别人心中产生怨恨，哦，啊，即怨恨每一个有迄个宗教的品德甲声望的人，有当伊你个嫉妒伊，像伊太遐尼有声望，遐尼迄种吼品德啦，遐尼哇，这是罪啊，无出来讲，哦，你这个怨恨嫉妒，这是罪啊，这是一个罪，你圣经。甲你讲啊，足清楚，所以咱会晓呀去原谅。这圣经里讲原谅人，会晓去原谅下面人，原谅人。那最后是甲你讲第4章3就讲啊，放纵私欲的有啥？哦，所以就是讲毋通为肉体堕磨，哦啊计较和私欲，哦啊这为着肉体安排你放纵私欲，满足肉体要求。来计划伫遐算，吼，伫遐咧计划去咧算，啊，这个肉体的要求嘛袂易的，所以你要用你的常人的眼光、常人的思考去看，而且你讲肉体，你只讲，嘛毋是讲干讲咱的身体的物件，是咧只着讲世俗啦，你也无所谓啦。啊，你讲世俗一般的就我做法、想法、看法嘛袂易，你就要注意。哦，凡事只讲为着肉体的代志所，互你。占据我，地搞你无时间，然后敬拜上帝。一寡世俗的代志，我甲你占据占有了，你敢规工咧倒无？一寡世俗的代志，我地搞你拢无时间，无精神来服侍敬拜上帝。因为安尼你离开上，啊，这讲啊足天地，我感觉伊个原本上哦，啊，这牧师这段圣经是对，这段是对这个原本所，伊咧迄个解说迄个哦。所解释说，以肉体安排去放纵说，满足肉体要求哦，你满足伊的要求，就是你的心思意念伫咧世俗的一寡种个，啊，你伫遐啦，你足够拍算啊，哦，足够拍算，为着你肉体代志去安排哦，就讲咱普通咱定譬如哦，所以讲譬如来讲，哦，你讲爱查斯你嘛就爱讲譬如，咱其实咧讲啥，譬如咱在听到有，耶稣嘛就爱讲譬如来讲。你拢会为着伊囡仔啦，补习嘛好啊！我若听到啥物人咧补习，无讲，我计划讲补习啊，别补习讲第一礼拜日啦，有计划着，我甲你讲，我要甲你讲，我较早拢来考试有无？我考迄啥物啊补啊，面期啊考啊，即摆开始去补习啊，大学逐个拢会当读的。你了解一个字哦，补习要怎？上要紧是伊的才能，人有才能、才情。
咁是安尼。啊，你看即摆大家出来拢话大学毕业，3分就读大学啊，还讲我考3分，考几分钟就，考几分就大学啊，所以你啊，大学后摆咧大学毕业的方法是啊，咱台湾啊，你知哦？啊，你讲12年国教，有无？你嘛讲12年国教，高中啊，大学的，搁进一步大学方法是，你开补啊，人民字，啊补啊嘛是大学啊，大家拢大学啊，你浪费遐侪钱，所以。我不是讲真的，你拢会晓，我忽然间去讲着，就是讲，你拢为着你的囡仔有细汉有无？啊，补东补西，这就是肉体安排嘛，粗算有无？你都为他安排，哦，免啊，礼拜你免无说新的哦，阮囡仔爱去补习，阮囝，足侪囡仔就是因为礼拜你去补习，补到到后摆啊啦，完全无爱去教会啊，全离开教会，永远全无伫教会。但是你讲啊，你。信仰的根基，若无对细汉就甲你定落去，我要甲你讲，你对大起来，你就无去啊，就会足要紧。因为查斯丁，你若咧甲你讲，伊讲有，你若看查斯丁，伊讲，这是足要紧的，像魔术，你甲伊讲，这是足要紧、足重要，爱定根，对细汉就爱教育，哦，所以魔术来讲。哦，这是这原文吼，伊迄个解说吼，安尼写，我感觉这句话足水。你为着肉体要紧，去计划去度无，当代志敢若为着肉体代志所甲你占去，所以地球你无法度，啊无错，你无法度来啊，无够遐时间人来敬拜上帝，占到大多数的时间嘛，占你多数的时间。哦 ，OK， 哦，所以爱腾起去4啊3，然后啦。爱带着主耶稣基督，原文就是穿上基督。你讲基督要安怎穿上？我说要问，这是一个 symbol， 这是一个泥人话，不？好像基督是一个，你就请你的基督，把基督套在你的身上。哦，你就要用思考伊有当你袂当去想象，所以毋当圣经内底讲啊，咱点伫主内底，主点伫咱的内底，咱点伫主的内底。我说定定咧讲一句话，你就去思考，就是讲你甲基督有一个 connection， 定定结连伫基督的意思。你袂使脱掉去，哦，茫袂去，你毋通脱掉去，撒旦就开始借着机会破坏你，要甲伊侵入嘛，破坏你的家庭，破坏你的事业，破坏你的等于今日袂要紧啦，忙莫去袂要紧啦，你著甲牧师讲，你今仔日有代志，莫去。足侪，所以咱伫个外表上看出基督的较优秀，所以对咱的行代志，做人看出基督的迄个水甲洁净，来表彰出基督，就好亲像你第一领基督的服装共款，定定穿迄个基督的服装，有无吼？基督穿上基督，有无？让人所以你穿落去，你圣经无讲安啦。显出基督的啥旁边，有无？人看到你，本来看到小耶稣，有无？主耶稣共款，哦，所以迄个意思，迄个含义是安尼，哦 ，OK。当第3套的服装里面，就咱今日读的圣经有无？就说第6章第10到17节，全副的正教，有无？就是保罗第3套服装。伊所说是保罗为了主受关伫监狱中所写，所以伊自称是安啦。所练的速度，你看20节有吼，哦20节有无？伫咧共款第6章20节，所以伊伫咧监狱的中间，一定安啦，双手甲迄个罗马的兵丁安啦连做伙，哦甲这个守卫啊，这个兵丁哦生活做伙，伊看到这个兵丁的军装，哦有一个拿刀，哦有一个拿刀，所以才写这个，所以你讲基督徒必须要有伊的军装，你才会当安啦抵挡迄个。邪灵甲恶，因为咱世界是一个战场啊！哦，人不但甲对人来的一个家己对人来迄个攻击甲斗争，伊也甲上帝做对这个灵界遐斗争。哦，所以咱必须要一套完整的军装，这个军装拢都有人领。哦，伫今仔记载内底拢都有人领。当伫我要开始讲之前，咱来看就伊圣经啦。哦，你看。
伫圣经内底注意看吼。我咱看两个，你看这个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4章，哦，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1节，提摩太有无吼？提摩太有无？哥罗西、帖撒罗尼迦，过来提摩太。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1节讲，圣神明明讲，伫后来的时，一定有人弃杀真道，听从迄个引诱人的邪灵甲鬼魔的道理，有无？圣经内底无书无来讲，对撒旦的迄个庙有几啊种名词啊，邪灵、鬼魔，只要讲到鬼魔，有无吼？你看吼，哦，过来，你看这个。这个提摩太前书共款，伫咧提摩太第6章第17节，第6章17节，讲你着爱吩咐遐伫咧今世富足的人，今世富足的人，毋通自高，也毋通倚靠无定着的钱财，只要倚靠迄个赐予百米，互咱享受的上帝。佮着爱吩咐因着爱行好，伫咧好事的顶面，富足。甘心去真济别人，甘心乐意供给人、体贴人，为着家己积聚好的根基，准备将来互因启定迄个真正的生命。所以伫遮咧讲伊真正的生命是啥？而且忘袂记，无错讲，这世界我无定咧讲，无论你有听到，你无听，你拢是上帝创造。咱只不过比伊大些间，信上帝。所以无说咧讲，花费迄个做好心的人，无一定伊是因为做好心的人无一定伊有听道理咧。但是你看，伊就会晓做，就是圣经咧讲的，有无？伫遮所咧讲的，伊会晓去帮助别人，伊毋是好晓，但是伊会晓去做去帮人。你圣经内底有足侪讲安怎去帮助别人，咱做基督徒人，做上帝。会惊你的人，要安怎去帮助别人牧师，互咱看即两个圣经节，真要紧的圣经节，就是讲，互咱搁一遍安尼会晓去思考去勉励，互相勉励。咱讲倒转来6件头前是讲用真理做大，真理伫咧圣经含地位里是讲真实做咱帮腰大，你缩大伫咧，甲你下伫这个战袍腰的顶面有，你感觉讲当时咱若咧做啥物，咱若下伫有，感觉较自在有，较在我有吼。所以会当挂刀，也当行动，较在我，徛咧稳，对不对吼？因为以赛亚第11章第5节，以赛亚所穿的上顶性的这个衫裤，是种精简得胜，毋是靠迄个敢若你靠迄个气力啦，是靠你生命一个品格，就亲像以赛亚得胜生命一个品格。所以兄弟姊妹，咱来到上帝面前，伫咧操练咱，伫咱的生命内底咧操练咱的迄个生命的品格，迄个品质。所以咱有人咧讲欧洲来，咱的生活品质足歹有无？我想起我教务处咧，迄个棒球安尼，徛一个徛铁马安尼。我等这喙落来，配迄路中啊，毋是比啊狗啊，你知无？我面头前跪啊，来配迄路中啊，一针夹一个腿。我看者，逐个好佳哉无食早顿啊，若无现只是恶出来。伊安尼铁马徛过安尼，看伊都毋是讲。所以甲你讲，迄个生活品质足歹。你甲看，你若像逐个拢安尼，就害啊！感谢。所以有当时牧师咧讲，阮定拄着，用咱的生活品。牧师来讲，咱做基督徒人，咱袂使咧。做基督徒人得迄个生活品质。所以你要，所以你要看撒旦撒旦是咧破坏，你知无？撒旦咧破坏，互你乱，互你撒旦听讲伫即个，伊去
去电影甲去电话，去电影看落咧，拢是安有肮脏臭啊，哦，你也看做个遐污臭肮脏诶，拢秘伫，所以咱伫咧厝里安怎，撒旦上惊是啥物？惊啥物？光个。所以你厝诶爱，哦，你麻烦咱入去安尼感觉，我牧师老实讲，我咧探访诶中间，我甲牧师咧探访，我若去某一个人诶家庭，哎，入来即间因兜内拢啊。来咧省电啊，是咯，暗叔叔啊，安尼暗叔叔，你讲省电嘛，毋是安尼。牧师来讲，唔通安尼，你就是爱哦，上帝咧撒旦上惊光啊！爱去啊，看拢看迄个暗慢慢，安尼暗慢慢，啊，拢安尼足臭啊，足暗安尼。哦，啊，拢有迄虫啊，迄虫啊，有伫咧地景啊，吼，你规个身躯安尼甲你钻啊，好像。所以伊咧描写，是讲伊咧描写迄时咧，伊咧讲迄个说就是污臭安尼肮脏安尼真热，你家想看嘛？所以生活生命的品格重要，哦，生命的品格很重要。咱毋是讲家己咧报啦，咱看到像咱人看到你基督徒，拢会感觉着讲啊，你甲迄人无共款喎，感觉你基督徒无共，你的迄个哦，你那个生活的品质，你那个质不一样哦。会感觉到，吼，迄就是安尼啦。咱毋是家己咧自我咧评判，啊，事实上就是啊，你住的内底有操练，哦，你就会觉得，哎，你跟人家不一样，吼。过来，公益啊，譬如你像义啊，吼，做好心行，也你会健康嘛。人若亲像即个义，你就无法度甲讲大。啊，这个一边啦，讲到即个，哦，伊个战士的品格。伊毋是安尼什物，伊是义啊，有迄个公义哦，正义公义啊，所以做伊个封闭的武器，这足要紧。所以无水来讲公义啊，将来这上帝啊，是照公义审判万百姓哇。你伫圣经内底注意看，所以人讲啊，主啊，你就互我怎下面，你要互阮食，互阮穿，你就互我人若无公义，无公义要做啥物？你若无公义。有啥物路用？嘛无路用哦啊，所以哦，封闭的武器，所以当上帝家己伊所行的公义的领域的时阵，哦，圣经也用这个圣母同典型的比喻咧描写，伊穿了公义的护心镜，哦，穿上公义的护心镜，哎，义，哦，啊，伊要。你也看这以赛亚59章17节讲，伊用公义做护心镜，哦，用铠甲的护心镜，来用拯救做头盔，用报仇做忧愁做迄个衫，用热心做迄个外袍，这拢是种心魔上顶的一个描写，吼。你看几啊千年前圣经内底，以赛亚就甲你用安尼描，哎，佫一个就是平安的福音，哦，做行路穿伫下顶。你若讲，譬如你是讲啊啦，讲即个和平啦吼，和平的福音的臂带，甲穿伫啊啦，你的骹，和平的福音，哦，啊穿伫你的骹哩。咱那下是装备好，啊甲行动的一个记号，有无？咱出门拢啊啦，哎，下穿的有吼，哎，穿好好势，啊就开始出来，哦，啊将福音信息。足生动，甲罗马军兵用来保护甲即个哦，甲你的保护你的骹的即个话甲结连做伙，甲连做伙哦，不然这些哦，我讲即个人真头壳，真是足有智慧，足有头壳，安尼甲连做伙哦，你要安怎去，这是真无简单的一个描写吼，平安的福音做行路的话，穿伫骹里。咱啊，这是以赛亚，你看以赛亚52章第7节讲，迄个报佳音传平安的好消息的救恩的，哦，对小安讲啊，你的上帝做，这个人的骹，骹脚，登去山顶是华丽的水，哦，啊，这段咧，这伫个，咱这个新约圣经内底有一段讲啦，传福音、传报好消息的人啊啦。伊的骹也是偌丽的水，对这个圣经提出来。以赛亚第52章第7节，
所以这段就是咧反映做当时的人啊，安尼躺只骹咧行一个习俗，哦，伊骹呢吼，啊，伊就是穿福音嘛，伊虽然伊躺只骹就是甲即个福音布带到着迄个所在，好在伊穿福音的话共款，哦，有一种的迄个描写吼，当然就是最后，咱看用啊，无是最后，这过来这第五，哦，就是讲。用信的，就是信当作兵牌。咱古代时代有一种武器叫做啊火箭、标枪，伊头拢浸迄个药啊，有种毒啦，会烧哦，伊用信的来个抵挡，哦，用信来抵挡，所以这个信重要紧，哦，莫袂记。学术来讲，讲这个信，有啊吼，哦，这个信重要紧。信对咱来讲，你若无信，免讲。钱爱烧了，你就规拢起了，有无？啊，所以忘袂记信，这个信用信德，哦，伫白话里是讲信啊，你讲信德，哦，来抵挡，各种的迄个字写来，咱会当甲抵挡，哦，只要你有信，有坚定的信，你都免惊，哦。啊，过来救恩的头盔，有无？基督下面甲拯救的记号，你甲带伫个头壳顶。定定带伫咧头壳顶，啊！这种信无的上帝有无？对，咱是一个人有信心啊啦，灵魂得救的人。你定定遐带伫头壳顶，你得爱相信。等你去甲会外的人咧讲话，我说啊，你是一个有信心灵魂得救的人，啊，惊惊无着点，啊，大家拢用要安尼，毋是？你就感觉哦，啊喏，我拍袂到，你搁安怎？我是基督徒，我是信上帝，哦，对不对？哦，所以你著爱，因为你头壳顶有救恩的头盔，你也免惊人甲你讲啊，你了后，啊，因为你有救恩的头盔啊，免惊。所以基督下面甲拯救的记号，有无？定伫你的头壳顶，哦，这是有，逐项拢甲你靠，证教，这证教真是厉害。过来啊，摕着宝剑有无？宝剑，神的剑，汉文讲，白话你讲神的剑就是。宝剑就是上帝话，到尾圣经甲你讲啊，足清楚有无？神就是神的道，就是上帝道，就是道就是 word， 就是话啦，上帝的话哦啊，是咱随时防哦，要甲抵挡防御攻击的武器。咱在耶稣就是用上帝话啦来抵挡魔鬼，好无？所以我啊，加就啊，基督哦，就圣神的能力。哦，互咱啊得胜有出，加就基督甲圣神的能力，你看，伫咱所读的圣经有以弗所第6章到尾啊有18节，靠着圣神随时啊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有无？18节有无？你看后壁的圣经节，有无？所以无需要看，你啊加就啦，基督就圣神的能力啊，互咱啊得胜有出，我袂记。所以，咱知影服装甲人类有密切的关系，佮伫个上面的意义也是袂当分离。所以，咱来清理信毋盲听，即个上面的军装，这头一点吼，这信仰的基础，这上界基本的基础就是脱去哦，即个饲领迄个歹迄个行为有吼，就是迄个酒醉啦吼啊好色哦啊过来。邪淫吼，啊，过来啊，嫉妒、嫉妒哦，怨妒哦，啊，过来，放纵私欲哦，咱就爱脱去这个请入基督，这就是咱信仰的一个行为的表现哦，中间咱信仰的一个方法，忘袂记，这重要紧哦。最后就爱请全副的剑甲来抵挡魔鬼的进攻。打败魔鬼，哦，特别是咱这个世代，咱顶礼拜到这礼拜，牧师来讲，就是讲，互你明白这个撒旦，哇，伫空中咧掌管，哇，伫牧师有讲，伫这个顶解有讲啊，这个以弗所咱今日所读的圣经，伫遮以弗所咧讲去掌管有无？讲你啊看咱第11节，哦，讲啊啦。12节讲啊，咱毋是甲属迄气的政治，是甲遐积极的掌管的管啊，即个世界。这毋是咧讲圣经顶礼拜有讲有人读到即个圣经，就是甲你讲政府的官员，毋是啦。
就是讲撒旦控制整个这灵的灵界，哦，因有一个政权力的，哦，所以你讲牧师讲，耶稣话你讲迄鬼讲，甲问讲你叫什么？讲规群咯，阮叫做群啊，规群的。但是牧师爱讲说讲，你莫烦恼，迄天使我天兵我千千万万的，一直启示录甲因启示的，哦，啊，特别伫迄个人伊所咧讲，我毋免惊，哦，只要你穿起这正甲，哦，特别是咱伫这个世代，你若无小心陷入魔鬼的网络内底，哦，最主要牧师伫即两个课程内底咧甲因讲就是，你来则小心，毋通陷入咧魔鬼的迄个活道内底、网络内底，所以咱一定爱穿起上帝所赐的专为上帝的军装啊啦，咱才会当啊啦，哦，咱才会当得胜。好，咱同心三角来祈祷。这位上帝，我感谢你，我对圣经上帝你的话，主啊，三角来激励，我得要清起专为的正确，才当抵挡魔鬼的一个陷害。主啊，我知影，你嘛定来甲阮讲，这个时已经到，我知影再谨慎我培训。主啊，我知影日子无偌久，啊，撒旦伫遐咧蠢欲动，伫遐咧陷害我，就是主你帮助我。我无论阮的兄弟姊妹、阮的家庭、阮的各方面的事业，我拢得到主你的保守。阮逐人清起你所授予我的正觉来抵挡撒旦的攻击甲毁坏，主给你帮助我，互阮明白这。伫你的面前，安尼感谢祈祷，拢上过最后所做命来求，阿免。